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國際廚藝交流協會嘅陳國強。今次咧好開心，代表協會舉辦綠色主義全電煮食比賽，正實踐我哋一直嘅理念。飲食無國界，廚師無疆界。今次呢個比賽咧意義非常之重大，希望推動到成個廚師業界普及 ESG 綠色飲食概念，由節能開始，鼓勵大家多啲用香港嘅本地食材，配合高效益健康嘅醬料去創作美食，等我哋煮食之餘咧都可以做到低碳環保。除咗一半嘅青年專業廚師之外咧，我哋今次會首次開放俾業餘嘅煮食愛好者，目的咧就係鼓勵一班中意煮食嘅大眾發揮自己嘅創意，等綠色煮食唔係專業廚師嘅事，可以帶動大眾一齊推動綠色飲食文化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踴躍參與。大家好，我係中國香港女廚師協會三姐，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啦。我哋協會可以成為今次比賽主辦方咧，覺得係非常之榮幸。大家都知道啦，餐飲業煮食行業一向係男性嘅主導。今次嘅活動，我希望鼓勵更多女性去入行，都希望向外界證明咧，我哋女性嘅廚師咧，絕對有能力帶領業界走向綠色環保精準嘅發展方向。今次成個比賽咧係貫徹綠色煮食嘅宗旨，不論使用節能爐具、精準運用食材、減少廚餘、選用本地嘅農作物、使用高效率嘅醬汁，每一個細節都係希望實踐低碳同埋環保。而且今次比賽仲有一個好大嘅創新，係我哋第一次將會入圍嘅優秀菜式咧帶到去酒店嘅自助餐，俾公眾第二輪投票。呢個做法可以話係破天荒，等廚師咧唔使淨係局限喺比賽場地，可以直接走入大眾，貼近市民，將香港嘅廚藝比賽嘅層次同影響力咧再推高一步。最後，我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地廚藝發展，支持女性廚師，亦都支持綠色嘅餐飲。多謝。我哋一齊努力，推動香港餐飲業做得更健康、更環保、更可以持續。我哋約定你10月13號見。